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不經不覺已經去到2025年嘅尾聲啦，就快踏入2026年啦。睇返過去呢一年，2025年大家感受最深嘅係啲咩呢？我相信10個有9個投資者都會答同一個答案，就係 AI。由晶片龍頭升到去雲端，然後再升埋去軟件平台。AI 股喺過去呢一年呢，真係升到開晒行，好多人呢都賺到笑。但係呢，亦都有好多人問，我而家先至入場會唔會太遲啊？2026年仲有冇得升呢？首先同大家講清楚先，我唔係啲乜嘢財經大師，亦唔會喺度派 number， 叫大家盲目衝入市。今集純粹係想同大家一齊做下功課，寫翻份2026年嘅投資筆記。作為普通打工仔，做完社畜返到屋企呢，仲要湊仔做家務，真係呢未必有時間日日去望住嗰啲另類嘅股票嘅。所以我哋最需要嘅其實係一啲夠大隻而且有實際業務嘅企業。今集呢，我就揀咗10隻市值極之高，喺2025年表現亦都非常突出，相信喺2026年依然佔住 AI 核心地位嘅穩陣之選，同大家一齊分享下。點解要講呢10隻呢？因為喺投資世界入面，有陣時大就係一種安全感。呢啲公司唔單止有錢，最重要係佢哋已經將 AI 變做真金白銀嘅收入。根據2025年嘅市場數據，好似 Nvidia、Microsoft 同埋 Google 呢啲龍頭股，佢哋嘅地位已經非常之穩固。我哋唔係要揾嗰啲一日升10倍嘅股票，而係要揾啲可以幫我哋長遠抗通脹、穩定增長嘅觀察名單。就算你未有打算入場，但作為2026年嘅投資常識，你都一定要識得呢10間公司。好啦，唔講咁多廢話啦，我已經將呢10隻熱門嘅 AI 股分好晒類，由硬件晶片去到雲端服務，再到我哋日常用緊嘅 AI 應用都有。講到 AI 投資，市場大多數時間都只係聚焦喺 Nvidia 呢啲明星股。如果將 AI 比喻成一架超級跑車嘅話呢， GPU 就係個引擎，負責運算能力。但係如果你淨係睇引擎而忽略咗成架車嘅供油系統呢，其實就好容易錯過咗一啲真正被低估但又極之關鍵嘅公司。Micron 就正係其中之一啦。呢套供油系統呢，就叫做 High Bandwidth Memory， 簡稱 HBM， 中文呢，就係一個直接嘅翻譯，叫做高頻寬記憶體。叫得做 High Bandwidth HBM 嘅角色呢，就係為 AI 呢部超級跑車提供超高速燃料嘅系統。而 Micron 呢，就係做呢套高速運輸燃料系統嘅公司。有咗 HBM 就可以確保大量數據可以即時送入去引擎嗰度，令到 GPU 可以長時間全速運轉。HBM 自己本身呢，就唔係燃料嚟嘅，而係決定燃料可以有幾快去到 GPU 呢個引擎嘅關鍵系統。而 Micron 嘅角色呢，並唔係做一條簡簡單單嘅輸油管，而係由設計、生產去到掌握呢一套 AI 核心供油系統嘅公司。冇 Micron 呢類 HBM 供應商，再強嘅 GPU 都會因為數據吞吐受限而發揮唔到實力。喺產業地位方面， Micron 係全球3大記憶體龍頭之一，專注係生產 DDRM、NAND， 當然仲有供應俾 Nvidia 同埋 AMD 呢2間公司嘅頂級 AI GPU 嘅 HBM 啦，同埋 SK 海力士、Samsung 呢2間韓國公司並列喺記憶體行業嘅頂端。目前公司大約有一半嘅收入咧係嚟自 data center 嘅業務，包括 AI 用嘅 HBM 啦。另外手機同埋個人電腦用嘅記憶體都佔咗公司收入大概 30%， 剩翻 20% 收入咧就嚟自汽車同埋嵌入式系統用嘅記憶體。可以見到 Micron 嘅業務結構已經明顯偏向高質高價值，唔再淨係做揼石仔嘅低端產品啦。真正令到 Micron 脫離傳統記憶體框框嘅係佢極端緊張嘅供求關係。根據管理層同埋市場資訊， Micron 2026年嘅 HBM 產能已經全部賣晒，即係話所有生產線可以賣出嘅產品已經全部都有客戶承接，啲貨未生產出嚟就已經鎖定晒收入。講緊嘅係超過180億美金嘅 backlog 啊！同時市場亦都預計去到2026年 HBM 嘅整體需求將會增加3倍。呢一點直接反映喺財務數據上面。隨住記憶體行業走出低潮，加上 HBM 佔比快速上升， Micron 嘅毛利率咧一路都升緊嘅，依家咧已經去到接近 40% 啦。營運收入咧亦都喺歷史嘅新高，兼且仲有機會繼續向上添。
呢個轉變意味住 Micron 已經唔再係過往嗰種高度循環、靠量取勝嘅記憶體公司，而係逐步變成一間技術主導、利潤結構改善嘅 AI 基礎設施供應商啦。喺估值方面呢，即使 Micron 喺過去一年股價表現非常之亮麗，但係同其他 AI 概念股相比呢，仍然都仲係相當克制嘅。市場預期出年 EPS 大概有10% 嘅增長啦，而 Forward PE 呢，大約呢只係得13至14倍啫。比起動輒幾十倍估值嘅 GPU 或者係 AI 軟件股， Micron 嘅股價明顯仍然都未充分反映到佢係 AI 年代嘅戰略地位。總結嚟講， Micron 唔係最搶眼嘅 AI 明星股，但係佢掌握住 AI 引擎嘅公有系統， GPU 係引擎，而 Micron 提供嘅 HBM 決定可唔可以將 GPU 呢個引擎用到盡。喺供應被鎖定、需求急升、利潤結構改善嘅情況之下， Micron 仍然被市場低估，正正就係一隻值得長線留意嘅股票啦。講完 AI 嘅公有系統，自然就要講翻個引擎本身啦。呢間公司冇人會覺得陌生啦，就係股王 NVIDIA， AI 世界嘅王者。好多人都會問同一條問題， NVIDIA 已經升咗幾年啦，係咪差唔多玩完㗎啦？答案係仲未有耐玩完啊！以前嘅 NVIDIA 係賣 GPU 俾企業，依家嘅 NVIDIA 係賣成個 AI 數據中心方案俾國家。你冇聽錯，真係國家。日本、中東、歐洲各國政府為咗喺 AI 時代唔好落後於美國，開始直接拎住幾百億美金同 NVIDIA 採購晶片同埋一整套 AI 基建，例如超級電腦。呢一波趨勢有一個好重要嘅名，叫做主權 AI、Sovereign AI。全世界大約有98% 嘅 AI data center 係由 NVIDIA 嘅 GPU 同埋 AI 加速器去驅動。由雲端數據中心、超級電腦、自動駕駛、機械人、AI 代理人、智慧城市，以至國家級嘅 AI 基建， NVIDIA 幾乎無處不在。到咗2026年，NVIDIA 會正式推出新一代架構 Blackwell 以及之後嘅 Rubin。重點係呢啲已經唔再係一張顯卡咁簡單，而係成櫃成個系統咁賣，一張訂單隨時係過億美金。呢個商業模式已經由硬件銷售升級到去 AI 工廠，賣嘅唔再係一張張嘅 GPU， 而係一座座嘅基建。從數字上面睇， NVIDIA 依然係無可爭議嘅龍頭。公司依家嘅市值係4.4萬億美金，係全世界最高市值嘅公司。收入結構極之集中，有接近90% 嘅收入咧係嚟自 data center 嘅 GPU， 另外嗰10% 係包括咗遊戲同埋汽車業務。而2026年嘅訂單 backlog 咧已經係高達500億美金噶啦，單係 AI 嘅相關收入預計可以帶動超過300億美金。喺財務層面方面，即使未來競爭加劇，市場預期 NVIDIA 嘅毛利率可能由70% 回落到去55至到60% 左右，但係對於一間高速增長嘅公司嚟講咧，呢個水平依然係極具吸引力嘅。分析預計公司出年 EPS 嘅增長會接近60%，而 Forward PE 大約係24倍。考慮對佢嘅增長速度同埋盈利能力，呢個估值咧其實都並唔係好貴，甚至喺 PEG 嘅角度依然比行業之中嘅中位數平均30% 為低，證明佢嘅估值相對於增長嚟講咧係更加吸引。所以 NVIDIA 雖然未必再係以前嗰種一年升幾倍嘅投機型股票，但係佢已經成功轉型成為咗全球 AI 時代最核心、最難被取代嘅基建級供應商啦。總括嚟講， NVIDIA 今日嘅定位已經唔再係一隻科技成長股，而係一隻可以當作核心持倉，甚至係帶有少少收息思維去睇嘅長線資產。喺主權 AI 呢個浪潮正式展開，國家級訂單接力落單嘅背景之下， NVIDIA 仍然係整個 AI 故事入面最穩陣、最具戰略性嘅引擎。如果將 AI 比喻為一間超大型自動化工廠， NVIDIA 嘅 GPU 呢就係負責實際生產嘅核心機器，而 Micron 提供嘅記憶體就好似源源不絕送入去工廠嘅原料。問題係，就算你有再勁嘅機器、再多嘅原料，如果冇一套有效嘅輸送同埋調度系統，成間工廠咧都只會成為一盤散沙嘅啫。Broadcom 嘅角色咧，正正就係負責呢一套系統啦。佢嘅網絡交換晶片
連接技術同埋高速光學互聯，確保成千上萬塊 GPU 可以即時互相溝通，將數據由一個環節準確咁送去下一個環節，令到整個 AI 系統就好似一條完整而高速嘅運作生產線，而唔係一堆孤立嘅機器。呢個位置嘅特點係，一旦工廠選擇咗某一套輸送同埋調度架構之後要再改動呢，成本同埋風險都好高。正正因為咁，Broadcom 並唔係買一啲一次性嘅硬件，而係一旦 AI 基建採用咗 Broadcom 嘅調度系統，客戶就會長期被綁定。對於客戶嚟講呢，佢係基礎嘅設施；對投資者嚟講，佢就係整個投資組合入面穩定嘅存在。收入未必夠其他增長型股票咁高，不過呢，勝在佢嘅可預測性強。到咗2026年，Broadcom 仲會進一步深化呢個角色，透過為大型科技公司度身訂造專用嘅晶片，即係 ASIC。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 ASIC 嘅話呢，去參考翻我上一條片㗎。好似 Google、Meta 呢一類咁樣嘅企業，想減少依賴 NVIDIA 嘅 GPU， 但係佢哋又冇能力由零開始設計同埋整合成套系統。Broadcom 嘅價值呢，就係將呢啲客製化嘅 ASIC 無縫咁樣融入去原有嘅數據流同埋網絡架構之中，令到整間 AI 工廠可以按照客戶自己嘅需求嚟運作。另一方面， Broadcom 收購 VMware 之後，令到公司唔再只係硬件嘅供應商，而係同時掌握住管理同埋調度層嘅軟件能力。硬件負責搬運同埋連接，軟件呢就係負責管理同埋協調，軟硬件兩者結合，令到 Broadcom 可以長期產生穩定而高質嘅現金流，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可以連續多年提高自由現金流，同一時間亦都維持住安全而且持續增長嘅股息。總括嚟講， Broadcom 並唔係最搶眼嘅 AI 公司，但係佢控制住整個系統點樣連埋一齊，同埋點樣順住去行。喺 AI 要單點運算走向大規模工業化過程之中，呢個位置唔單止重要，而且係極之難被取代。我哋繼續將 AI 當係一間超大型自動化工廠。NVIDIA 提供嘅 GPU 就係最頂級、性能最強，但係同時亦都係最貴嘅生產機器。問題係並唔係每一間公司，甚至唔係每一個部門都有無限 budget 去買最貴嘅嗰套設備㗎嘛。而 AMD 呢，就喺呢度發揮作用啦。AMD 喺 AI 工廠入面嘅定位係用相對平嘅價格提供足夠性能嘅機器，佢唔需要打敗 NVIDIA， 亦都唔需要成為行業入面嘅一哥，佢只要令到一部分客戶覺得我冇必要每條生產線都用最貴嗰部機器啊，咁 AMD 呢已經有好大嘅生存空間啦。呢個呢亦都解釋咗點解市場成日都形容 AMD 係窮人救星，因為佢解決嘅唔係超高端嘅性能，而係成本同埋效益之間嘅平衡。從產品角度睇， AMD 近年終於喺 AI 加速器市場企穩陣腳。佢嘅 MI300 系列將 CPU 同埋 GPU 架構整合喺同一個平台之上，專為訓練同埋推理嘅大型 AI 模型而設，連 Microsoft、Oracle 同 Meta 呢啲專做雲端生意嘅大客仔都有用。呢一點好重要，因為呢啲公司買咗 AMD， 佢哋未必係想完全擺脫 NVIDIA， 而係想用嚟分散風險同埋壓低整體成本。一間工廠嘅實際運作之中，好多公司都唔會只用一種機器，最貴最快嗰啲呢，就留俾最核心最食資源嘅工序，而其他生產線只要夠速度夠穩定，就會傾向選擇一啲性價比更加高嘅方案。 AMD 就正正喺呢個層面度發揮緊作用，佢嘅存在本身就係令 NVIDIA 唔可以無限咁樣加價，亦都令客戶喺談判嘅時候多咗籌碼。喺投資角度睇， AMD 嘅吸引力在於不對稱回報。市場對於 NVIDIA 嘅預期已經非常之高噶啦，但係對 AMD 嘅要求其實相對地低。AMD 係唔需要追上 NVIDIA 嘅，佢只係需要喺 data center 嘅 AI 晶片市場入面搶佔到一小部分市佔率，已經可以明顯拉動收入同埋盈利啦。分析預期 AMD 明年嘅 EPS 增長係可以上到去60%以上，以呢個增長速度去睇， AMD 嘅 PEG 大約只有 0.5 啫，反映咗市場仍然係相對保守嘅。規模方面呢， AMD 依然係一間實力雄厚嘅公司，佢依家嘅市值係大約3400幾億美金，業務橫跨咗 data center 嘅 AI 晶片啦，個人電腦嘅 CPU 同埋電競嘅晶片。
其中 data center 嘅相關收入呢已經佔咗40%啦，而且仲持續上升緊。隨住 MI400 系列喺2026年開始量產，只要雲端服務供應商想繼續降低對 NVIDIA 嘅依賴呢， AMD 就有機會逐步擴大佢喺 AI 工廠入面嘅存在感啦。總括嚟講， AMD 唔係 AI 工廠入面最耀眼、最昂貴嘅機器供應商，但係佢提供咗一個非常之現實，亦都非常之必要嘅選擇。當整個 AI 產業由不計成本嘅擴張，慢慢走向效率同埋回報並重嘅階段， AMD 呢種我唔係最勁，但係又夠平又夠用嘅角色呢，反而就會變得越嚟越重要啦。講完硬件，我哋轉去講軟件啦。就算係超級電腦，都要有軟件控制嗰啲硬件先至用得到噶嘛。我哋繼續去翻當 AI 係一間超級大型自動化工廠嘅比喻啊。前面呢有講過嘅 Micron 啦、NVIDIA 啦、Broadcom 同埋 AMD， 全部都係負責嗰間工廠本身嘅生產能力。但係一間工廠就算機器再多、原料再齊，如果冇人知道依家發生緊啲乜嘢事，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其實只係喺度盲目運轉緊。嗰間工廠咧係唔會有進步嘅。Palantir 嘅角色咧就係呢間 AI 工廠入面嘅總指揮室啦。好多政府同埋企業其實唔係冇數據，而係數據多到睇唔晒啊！資料分散喺唔同嘅系統啦、唔同嘅部門啦，而且各個系統入面嘅數據格式都唔同喎，分析完出嚟嘅結論咧又會互相矛盾，到最後管理層又係變翻去最原始嘅用直覺做決定。Palantir 做嘅並唔係單純幫你畫圖表，而係將呢堆亂糟糟嘅數據提煉，變成可以即刻用嚟落指令嘅資訊。呢個能力呢，最早喺戰場上面已經被驗證過噶啦。Palantir 以前係幫 CIA 同埋美國軍方分析情報，協助反恐同埋實戰決策，包括最著名嘅拉登行動。到依家呢套技術被搬到去商業世界，用嚟做同一樣嘅嘢。將 AI 由概念變成即刻可以用嚟改變現實結果嘅工具。無論係軍隊判斷戰場邊度最危險，定係大型工廠預測邊部機器隨時會壞， Palantir 嘅價值都唔在於計得幾快，而係在於判斷得有幾準。從產品結構上面睇呢， Palantir 並唔係一間純粹嘅商業軟件公司，佢有一半以上嘅收入呢係嚟自政府同埋軍事合約。核心平台 Gotham幾乎已經係西方各國政府嘅標準工具。另一邊廂，佢近年大力推嘅 AIP 人工智慧平台，開始成功打入商業市場，吸引大型企業用佢嘅系統去整合內部數據同埋 AI 模型。特別值得留意嘅係 Palantir 透過 Bootcamp 形式俾企業試用，轉化率超過70%，即係話10個新客試用過之後呢，有7個真係會翻嚟落單。反映咗一旦客戶真係落手用呢，就好難再離開噶啦。去翻我哋頭先講嘅 AI 工廠比喻啊， Palantir 並唔係負責生產，亦唔係直接去創造算力，而係負責回答3個最基本嘅問題：一、依家發生緊咩事；2、下一步應該點做；3、如果乜嘢都唔做，會有啲咩後果呢？呢3條問題正正係管理層同埋軍方最在意，亦都係最難自己去解答嘅地方。喺投資角度上面， Palantir 最大嘅爭議咧就係在於佢嘅估值。以 PEG 計，佢確實比行業之中嘅中位數高出唔少，市場對佢嘅期望亦都非常之進取。但係同時，佢嘅營運表現亦都係極端少有喎。喺衡量企業軟件公司嘅40法則之中， Palantir 嘅表現係超過100%。佢係極少數能夠同時做到高速增長同埋高盈利能力嘅大型軟件公司。換句說話講，市場俾佢高估值，並唔係完全純粹炒作，而係因為暫時真係揾唔到直接嘅替代品。放眼2026年，全球地緣政治持續緊張，各國政府對於情報分析、軍事決策同埋國家安全嘅投入只會增加。同一時間，企業亦都開始意識到，單靠買 GPU 同埋算力，並唔等於真正用得到 AI。 能夠將 AI 同埋自身業務流程結合，變成實際行動嘅軟件，反而更加稀缺。總括嚟講， Palantir 並唔係 AI 工廠入面最俾人睇得到嘅存在，但係佢坐喺最高層，睇住全局，負責發號施令。
當 AI 由建設期慢慢走向實戰期，Palantir 呢種直接影響決策結果嘅角色價值反而會越嚟越明顯。喺我哋嘅 AI 工廠故事入面，前面講嘅公司大多數都集中喺點樣令到工廠運作得更加強、更加快。而 Microsoft 嘅角色呢，唔係去研發啲乜嘢新嘅機器，而係直接坐喺工廠嘅行政總部，控制住幾乎所有人每日點樣開工、點樣交功課、點樣交錢。Microsoft 最聰明嘅一步就係早早投資咗喺 OpenAI， 亦即係 ChatGPT 背後嘅嗰間公司。呢個決定令到佢唔需要自己由零開始同其他公司鬥燒錢去開發 AI 模型，而係可以專心做佢最擅長嘅事，就係將新技術直接塞入去全世界都已經用緊嘅軟件入面。去到2026年，對於大部分嘅白領嚟講呢， AI 唔再係一個要特登去學嘅新工具，而係已經內置咗喺 Word、Excel、Outlook 入面嘅 Copilot。你可以叫 Excel 幫你分析上季嘅業績，佢就會即刻幫你整理數據啦，整好圖表啦，甚至乎係寫埋一陣 present 俾老細睇嘅初稿添。利用 Outlook 去處理 email，Copilot 可以直接幫你總結來來回回成串 email 嘅重點。你想嘅仲可以幫你 draft 埋個 reply 添。呢啲功能呢，唔需要你改變工作習慣，只係令你原本做緊嘅嘢會快咗幾倍。而 Microsoft 真正恐怖嘅地方在於，佢唔係靠買一次性嘅 software 去到賺錢，而係靠訂閱。Copilot 每個用戶每個月要收成幾十蚊美金，對於單一公司嚟講呢，可能唔算好多，但係擺喺全世界成千上萬間公司、幾億個 Office 用戶身上，就變成一條極之穩定而且毛利率極高嘅現金流。對於唔少公司嚟講，用 Microsoft Office 已經係一個標準，而呢筆訂閱費用唔係可有可無嘅支出，而係直接影響員工嘅工作效率嘅營運成本，好難呢話 cut 就 cut 嘅。除咗大家都好熟悉嘅 Office 軟件， Microsoft 仲控制住 AI 工廠背後嘅基礎設施。Azure 雲端業務已經成為咗全球最重要嘅企業雲端平台之一，而且增長速度係高過市場嘅主要對手。大量企業一方面喺 Azure 上面架設系統，另一方面又直接用 Office 同埋 Windows， 令到 Microsoft 可以將 AI 嘅功能由頭到尾一條龍咁樣打通晒，形成一個其他公司好難複製嘅完整生態。從財務角度睇， Microsoft 亦都係整個 AI 板塊入面最經得起風浪嘅一間。公司市值超過3萬億美金，收入嘅來源係極度分散，而且每一條主線業務呢都已經有成熟嘅收費模式。即使未來 AI 發展速度可能會有啲波動， Office、Windows 同埋企業雲嘅服務依然會繼續產生龐大現金流，反過嚟仲可以支撐翻 AI 嘅投資添。總括嚟講，如果其他 AI 公司喺度起緊工廠，增加緊產能，爭緊技術領先， Microsoft 就係坐喺辦公室入面嘅最頂層，將 AI 直接變成所有人每日返工都要用，而且要每個月俾錢嘅標準配置。正因為咁， Microsoft 唔一定係升得最快嗰隻，但係佢極有可能係最穩陣、最耐用，亦都最適合做核心持倉嘅 AI 公用股。繼續翻喺我哋將 AI 當成係一間工廠嘅比喻入面，前面提過嘅公司大多數都係負責生產、分析同埋決策，但係無論你嘅機器有幾先進，分析有幾聰明，成間工廠一定要有一個地方用嚟穩定、安全、長期咁樣去儲存所有核心嘅數據，而呢個角色呢，就係 Oracle 啦。好多人對 Oracle 嘅印象都係停留緊喺傳統、老牌、悶，但係正正因為佢老派，反而喺 AI 時代變成一個極之重要兼且難以取代嘅角色。大企業搞 AI 唔係淨係買 GPU run model 咁簡單，真正頭痛嘅問題就係啲數據放喺邊度呢？點樣先至可以確保穩定？點樣存放數據先至係合規同埋安全呢？ Oracle 正正就係負責呢一個位置啦。喺 AI 工廠入面， Oracle 就係嗰個超大型嘅中央倉庫同埋夾萬，所有重要嘅數據、交易記錄、客戶資料、營運資訊都要長期安全無間斷咁樣去儲存。而 Oracle 嘅數據庫技術已經係全球大型企業運作嘅地基。你可以換分析工具，換前端嘅界面，但係好少公司會輕易喐自己嘅核心數據庫，因為一喐就可能牽一髮動全身。
近年 Oracle 最被低估嘅地方，在於佢嘅雲端基礎設施業務 OCI。市場成日淨係顧住講 Azure 啦、AWS 啦，但係其實 Oracle 嘅 OCI 增長速度一啲都唔慢，而且仲越嚟越多 AI 客戶去揀佢。原因呢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夠穩定咯，專門為企業而設，同數據庫無縫整合。到目前為止 ，OCI 已經佔咗 Oracle 收入大約一半，單季收入80億美金，增長率依然超過30%，預計去到2026年全年收入係可以去到320億美金。真正令 Oracle 變成隱形爆發股嘅係佢已經簽好晒，但係仲未完全入賬嘅訂單。根據 Oracle 公佈嘅資料，已經簽好咗但係未履行嘅合約有成5230億美金。按年增長超過4倍，當中包括 Meta、Nvidia 呢啲重量級嘅客戶。呢個數字代表嘅唔係市場估計，而係白紙黑字已經簽咗約，之後幾年會逐步入賬嘅收入。換句話講， Oracle 未來幾年嘅收入能見度其實係高得驚人嘅。如果放返喺 AI 工廠嘅脈絡入面， Oracle 提供嘅唔係最前線嘅智能，而係最底層嘅安全感。冇穩定嘅數據庫， AI 只會亂咁計；冇可靠嘅雲端儲存，模型再勁都唔敢大規模落地。亦正正因為咁， Oracle 嘅訂單往往一簽就係好多年噶啦，而且客戶嘅黏性極之高，唔似某一啲應用軟件需要面對版權或者係用戶流失嘅風險。總括嚟講， Oracle 唔係 AI 工廠入面最搶眼嘅公司，但係佢控制住最關鍵，亦都係最唔可以出事嘅一部分。喺市場仲未完全將佢重新定位成為 AI 基建股之前， Oracle 呢種訂單紮實、收入可以高度預測，又直接受惠於 AI 擴建浪潮嘅公司，反而有機會帶嚟意想不到嘅驚喜。最後，我哋睇下幾隻老牌互聯網巨頭，佢哋係點樣靠 AI 翻身呢？講到 AI， 無論點樣兜呢，都離唔開 Google 噶啦，因為真正決定 AI 上限嘅唔單止係模型，而係數據嘅 quality、quantity 同埋 consistency， 即係質素啦、數量同埋持續性。而呢三樣嘢呢， Google 都係全球第一嘅。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係全球第3大市值嘅公司，呢個市值係大約37000億美金。核心業務呢仍然都係廣告，其中 Google Search 同埋 YouTube 佔咗整體收入大約係7成半，而 Google Cloud 呢只係佔1成多啲啫。呢個結構令到 Google 依然係全球最強嘅現金機器之一，每年產生超過700億美金嘅自由現金流，財務實力呢幾乎係無可挑剔噶啦。之前市場最大嘅疑慮係 ChatGPT 會唔會動搖到 Google Search 嘅根基呢？但係實際發展證明 Google Search 嘅地位比想象之中穩固得多。Google 嘅應對策略好清晰嘅，佢唔係另起爐灶，而係直接將自家嘅 AI 模型整合入去 Google Search 嘅本身，令到搜尋由揾 link 進化成為即時理解問題同埋俾出整理之後嘅答案。雖然廣告呈現嘅方式會唔同咗，但係 Google 掌握住嘅係入口，同時控制住廣告嘅系統，變現嘅能力呢反而就更加集中啦。佢同其他科技巨頭最大嘅分別在於 Google 嘅 AI 由頭到尾都係自己一手一腳訓練出嚟嘅，由模型去到基礎設施，佢都唔需要依賴出面嘅其他公司。Gemini 系列嘅模型已經成為咗全球最先進嘅大型模型之一，而更加關鍵嘅係 Google 自己設計同埋生產 AI 晶片 TPU， 用嚟訓練同埋部署 AI 模型，成本比起完全依賴 Nvidia 嘅對手低，亦都更加可控。呢點令到 Google 喺 AI 規模化上面有一個長期嘅優勢。Google Cloud 呢亦都逐漸由燒錢部門轉型成為一個盈利嘅引擎啦。雲端業務增長穩定啦，利潤率已經提升到大約2成。AI 服務同埋 Gemini 嘅整合，令到企業客戶嘅黏性增加。雖然 Google Cloud 嘅收入比例仲未係核心業務，但係佢已經係 Google 未來10年最重要嘅增長引擎之一。除咗核心業務， Alphabet 仲有大量長線嘅選擇權，無論係喺 AI 生物科技、醫療數據分析，定還是係自動駕駛 Waymo，都已經係全世界最先進。呢啲業務短期未必對盈利有決定性嘅影響，但係一旦其中一條線跑出呢，整體嘅估值呢就會直線上升噶啦。咁所以由投資嘅角度睇，
Google 最大嘅護城河咧，並唔係一個單一嘅產品，而係佢擁有嘅數據啦、模型啦、分發渠道同埋佢嘅強勁現金流組合。YouTube、Google Search、Android、Chrome、Gmail 呢啲都係每日有幾十億人用緊嘅服務。呢啲使用者每日都係持續產生緊最新、最真實嘅數據，反過嚟不斷咁樣去餵養 Google 嘅 AI 系統，形成一個極難被複製嘅循環。總括嚟講，Alphabet 並唔係靠炒作 AI， 而係本身就係 AI 時代入面最重要嘅底層受益者之一。佢可能唔會有最誇張嘅短期升幅，但係作為一隻數據最深、現金流最強、技術最全面嘅核心持股， Google 仍然係 AI 世代入面最難被取代嘅巨頭之一。講到 AI 基建，真正賺錢最多，亦都最不可或缺嘅公司，除咗股王 NVIDIA 之外呢，就係提供算力同埋儲存嘅雲端平台啦。而喺呢個位置上面呢， Amazon 仍然都係全球第一。雖然今年嘅股價相對落後啊，但正正因為咁， Amazon 反而變成一隻值得重新審視嘅重磅股。Amazon 係全球第5大市值嘅公司，市值大約有24,000億美金，業務結構相對清晰。電商咧仍然都係最大收入嘅來源，但係真正嘅利潤核心咧其實係 AWS。AWS 雖然目前只係佔咗集團收入大概1/7，但係就會貢獻咗絕大部分嘅營業利潤，亦都係全球最大嘅雲端服務平台，市場份額長期領先 Microsoft 嘅 Azure 同埋 Google Cloud。隨住越嚟越多企業部署 AI，對算力、儲存同埋數據處理能力嘅需求咧，只會持續上升。而呢啲需求咧，最終都要落戶去到雲端上面。無論你係用邊一種模型，買邊間公司嘅 GPU， 最後尾都要揾地方 run model 噶嘛。而 AWS 咧就係最多人揀嘅平台啦。所以 Amazon 成為 AI 發展過程之中最直接，亦都係最穩定嘅受益者之一。同時 Amazon 亦都唔甘心只係做租 server 呢個角色。佢大力投資研究 ASIC， 包括 Trainium 同埋 Inferentia， 目的唔係要同 NVIDIA 正面競爭，而係幫客戶降低成本，提高算力效率。對於大規模 AI 用戶嚟講，呢種選擇權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令到 AWS 嘅價格同埋效能上面更加吸引。去到2026年 ，ASIC 相關合約已經顯示出強勁嘅需求。雖然公司未有披露具體嘅 backlog 數量，但係趨勢咧已經係相當之明顯噶啦。喺營運層面上面， Amazon 亦都係最早最徹底將 AI 應用到實體營運嘅公司之一。由倉庫入面大量使用機械人搬貨、自動化物流，去到配送路線優化， AI 直接幫 Amazon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呢啲改善唔一定即刻反映喺收入增長之上，但係長遠對於利潤咧係有實質嘅幫助嘅。咁當然啦，市場對於 Amazon 最大嘅疑慮咧，就係近年嘅資本開支極之高。淨係計2026年啊，預計 Capex 咧已經係高達350億美金啦。短期嘅壓力咧，的確係存在嘅。但係如果將呢啲支出視為係 AI 時代嘅預先鋪路，咁佢就更加似一個長線嘅投資者，而唔係單純嘅成本開支。喺歷史上面， Amazon 已經多次證明咗，只要投資週期一過，回報往往係相當之可觀嘅。由估值角度睇， Amazon 目前嘅 forward PE 已經遠低於過去5年嘅平均水平， PEG 亦都只係略高於行業嘅平均。考慮到未來幾年 AWS 廣告同埋營運效率同時改善，呢個估值咧其實都未算係好貴嘅。總括嚟講， Amazon 唔係一隻短期炒作嘅 AI 股，而係一隻建立喺雲端壟斷地位之上，食盡 AI 基建長期紅利嘅核心資產。當市場只係聚焦喺 GPU 同埋 AI model 嘅時候， Amazon 正係靜靜咁樣掌握住最關鍵嘅一樣嘢，所有嘅 AI 最終都要用佢救雲。最後一隻 AI 相關股票咧就係 Meta 啦。好多人對於 Meta 即係 Facebook 啦嘅印象咧，仍然都係停留緊喺過去幾年元宇宙策略爭議嗰度。但係如果抽走嗰啲雜音，單純由商業同埋投資角度去睇咧，Meta 其實已經完成咗一次相當成功嘅轉型啦。佢依家嘅核心唔再係單靠用戶規模，而係靠 AI 系統去將用戶嘅每一秒注意力都轉化成為現金。
Meta 係依家全球市值第6大嘅公司，市值大約有17000億美金。佢旗下嘅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 同埋 WhatsApp 覆蓋超過30億用戶，有超過90%嘅收入咧係直接嚟自廣告嘅。呢個結構令到 Meta 變成一間高度集中、現金流極強嘅企業。只要廣告系統表現有改善咧，佢嘅盈利咧就會即時反映出嚟噶啦。喺幾年前， Apple 嘅私隱政策曾經重創咗 Meta 嘅廣告精準度，但係 AI 出現之後，情況已經徹底逆轉啦。Meta 依家已經唔再依靠跨平台嘅追蹤，而係透過機器學習，即時分析用戶本身嘅行為，包括瀏覽節奏啦、互動方式啦同埋內容偏好，從而去推斷購買嘅興趣。結果係廣告嘅準確度唔單止有所提升，甚至乎係比 Apple 嘅私隱政策之前更加高。商家依家投放嘅回報顯著改善咗，自然就會加大佢哋嘅廣告預算啦。另外，市場往往忽略嘅一點就係 Meta 唔只係 AI 使用者，而係自己訓練全球最強之一嘅 AI model。Llama 系列，特別係 Llama 3，已經成為咗全球最頂級嘅開源大型語言模型之一，而且係免費開放俾任何人使用。呢個政策咧，表面上係開放，實際上咧係極具攻擊性嘅。用 Llama 作為基礎嘅廣告 AI， 幫商家將點擊成本平均降低咗大約20%，同時亦都將轉發率提高咗大概5%，變相鼓勵商家用多啲 Meta 旗下嘅平台去設計，然之後再喺佢哋嘅平台上面投放廣告。市場預期去到2026年，隨住 AI 廣告系統全面成熟， Meta 嘅廣告收入咧有機會重返去雙位數嘅增長添。除咗廣告，Meta 正係逐步將 AI 深度整合落去 WhatsApp 同埋 Instagram 度，將通訊同埋內容平台變成實際嘅交易入口。下一代嘅 Meta AI 係主打 multi-modal 嘅能力，可以同時理解文字啦、圖片啦同埋影片，令到用戶可以直接喺對話入面揾到一啲產品啦、查詢資料啦，甚至乎係完成預約同埋交易。呢類商業信息功能咧，被市場預期可以為 Meta 帶嚟額外25至30億美金嘅新增收入。由投資嘅角度睇， Meta 最大嘅優勢在於佢同時具備咗3樣嘢：極龐大嘅用戶基礎、全球最實用嘅數據來源之一，以及已經被市場驗證嘅變現能力。AI 對於 Meta 嚟講已經唔再係一個需要證明嘅新故事，而係一個已經開始反映喺收入同埋現金流上面嘅工具。總括嚟講，Meta 已經由一間單純依賴社交網絡嘅廣告公司，進化成一個用 AI 即時理解用戶、預測需求，並且用高效率將注意力變現嘅平台型企業。喺所有嘅 AI 相關股票入面呢， Meta 可能唔係最技術導向嘅，但係佢係將 AI 最快最直接咁樣轉化為實際收入嘅其中一間。以上就係10間我認為要喺2026年多加留意嘅 AI 股。如果咧你係想進取啲嘅話，覺得 AI 仲有大把世界， Micron 同埋 Broadcom 咧就會係你嘅首選，因為硬件嘅需求咧就係最實在嘅。但係如果你想穩穩陣陣收息長揸嘅話咧， Microsoft、Google 同埋 Nvidia 咧就唔會錯得去邊噶啦。另外，如果你特別中意尋寶嘅話咧，覺得市場有殺錯良民，咁樣 Oracle 同埋 Meta 咧就值得你去深入再研究下啦。最後都要講句，投資涉及風險，以上咧都係我自己對於市場嘅睇法，並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大家入市之前咧就記得要自己做足功課。如果你都有其他美股想我講嘅話咧，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啊。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你認為我頭先講嘅內容係可以幫到你嘅話，又或者你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國際時事、科技新聞同埋美股投資嘅 channel，就記得 like 呢條片、subscribe 同埋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